他点名我这样子，然后焦哥就说要不要来录一下还是什么的。那因为是焦哥，所以我就一口答应，我说好啊，我就来，就是。也就是焦哥请得动我，也没台湾没事做啊。那这个，比如说王心凌啊，在家做咖喱饭，哎呀，何必呢？你出来上节目。家兴致来的时候，我是会稍微做一点饭的，但是会的就是那几道。不过那几道我自己都觉得做的蛮好吃的，但多的也没有。所以我就说只是好玩。我真的就是有一天在做，然后我只是在 IG 上。就是用限时动态的，就一格一格稍微讲解一下步骤。后来经纪人就会觉得说，如果它变成化为一个影像，应该也蛮好玩的。所以我们说好，那我们来拍一下好了，这样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拍了。所以有一个这个山药咖喱，焦哥那个时候可能看到这个，然后他就点名我嘛。他就有一天，我记得我在吃饭，然后他就传讯息来，就把那个连结丢给我，然后就说他点名我这样子，然后焦哥就说要不要来录一下还是什么的。那因为是焦哥，所以我就一口答应，我说好啊，我就来，就是。也就是焦哥请得动我，也没有啦。但是真的就是因为焦哥的一句话，所以在当下我就直接答应了。然后我马上就跟经纪人讲，然后焦哥就说：“那我就要就是请工作人员联络经纪人哦，那到时候要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好，没问题。”所以今天就来了。一开始是哥哥先学跳舞的，他是在学校参加国标舞社，然后他之前去比赛的时候，就有看到其他女生穿着，哇，好漂亮哦，那个舞衣，哇，非常漂亮，然后就跟妈妈讲说，妈，我也想要去学跳舞。然后之前2015的时候，我有参加过世界杯，那时候我6岁，我是参加幼儿组，然后我那时候拿到第1名，我就觉得哇，我好开心。可爱哦，6岁吗？哇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对，小肉肉的这样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很享受这个才是小林美秀啊！每一个时刻。陈瑜其实他从小就是一个活泼开朗、很爱笑，然后就像一个开心果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酸酸的感觉，像柠檬搅拌成蜜糖滋味，有一点烦恼，反而觉得很好，让它活在心里上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轻飘飘的感觉，听过你道晚安才能入睡，有一点无聊，却又觉得很好，明知道已无可救药，却停止不了。我一出生下来是弱视，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些视力，可是我对自己的外形很没有自信，所以我很不喜欢照镜子。在14岁的时候，我因为生病的关系造成双眼失明，所以我现在是看不到的。但现在的我很想要看看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子。那时候听到这个消息，真的是无法接受，应该是遗传到我的弱视，所以我很自责。我弱视的时候，很多不方便，在学校读书啦，或人际关系都是面临很大的困难，所以我想说，好好的把他养大，然后做他最强大的后盾。突然间陷入黑暗，其实我会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。还好那个时候有妈妈在旁边，一步一步的、一点一点的带我走过那一段我觉得很无助的日子。那到现在，其实妈妈都很鼓励我去做我觉得开心的事情。